男子公開組中小籃拳348、347、351、346，女子中小籃拳382、386、383，請到 B 場報到。男子初中籃拳508、507、505、506，請到 A 場準備。A 場兩位運動員可以後轉，準備開始。而家我哋有請另一位嘉賓，前香港武術代表隊運動員，男子3人隊列世界冠軍鄧少剛師傅。